嘉义中家病院最近是通知附近的病院，讲要限制脑中风病人按时转诊。外界是认为讲，这是因为神经内科医师严重无够。台湾神经学学会嘛呼吁讲，要爱全面来检讨健保给付的制度，嘛应该比照医科的医师，逐个月提供神经科的住院医师1万块的补贴。嘉义中家病院顶一日发布内部的简讯警告，限缩脑中风的患者夜间收治的标准。因为脑中风的医疗已经崩盘，神经科的卡手严重欠缺，受到咱部医界的重视。为着要加人才捞调的，台湾神经学学会顶一日发函呼吁福部，除了要求全面检讨健保给付的制度，嘛呼吁爱比照医科的医师，每个月提供神经科住院医师1万块津贴。24小时要应付这个临床的业务，事实上是很不容易的，造成说有一些区域或地区医院医师会流失。台湾神经学学会表示，台湾已经加入超高龄的社会，即嘛人口老化，真侪神经退化的症头、脑中风、甲失智症等等的患者嘛在咧增加，拢需要神经内科的医师斗3工来治疗。少年的医师若无愿意投入，都有可能会产生连锁效应，影响患者就医的品质。整个人力在缩减的情况，不仅是急重症的急性中风的照顾本身会出问题，连比较慢性的那些神经退化疾病的以后的照顾也会出问题。心血管内科的医师也很乐意去承担，甚至他们在取栓术、心脏的取栓，或是其实都有很好的经验。卫福部回应讲，若是神经科的卡手无够，胸腔科、肝脏科嘛有同款的问题。行政院已经编489亿，用5年办健康台湾深耕计划，会制定医师人力留任的策略，提悬去重症，也有较好治疗相关科的医师等来服务的诱因，希望让少年的医师愿意投入医疗的服务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